以銅為鑑，可以正衣冠；以人為鑑，可以明得失；以史為鑑，可以知興替。聰明學堂主講李培聰。喺好多人嘅印象之中呢，宋朝係一個喺軍事上比較弱嘅王朝，成日都俾人打嘅。後來呢，仲2次俾外族所滅添。不過其實喺宋朝嘅歷史上邊啊，都湧現過唔少嘅名將嘅，例如大家熟悉嘅楊家將啦、狄青啦、岳飛啦等等。咁當然呢幾個比較出名啲，有啲呢就冇咁出名。但係如果論功勞論能力呢，佢哋一啲都唔差嘅。咁今日呢一回啊，我就嚟同大家講講宋朝初年嘅另外一位名將李繼隆。要講李繼隆嘅故事啊，要從雍熙北伐失敗講起啊。我哋之前都講過啦，宋太宗發動雍熙北伐，結果3路大軍輸咗2路，不但燕雲16州收復唔到，仲損兵折將添。不過雍熙北伐雖然失敗啊，但係就係一次主動嘅進攻嚟嘅。咁遼國俾宋國打咗呢一次，亦都心心不忿，好快呢就謀求報仇啦。喺雍熙3年啊，遼國嘅蕭太后親自檢閱南征嘅部隊，以耶律休哥為先鋒都統，揮師南下攻打北宋，要報翻之前嘅一戰之仇。呢個耶律休哥呢，係遼國一位非常之出色嘅將領，對於中原嘅兵法呢，佢係十分之熟悉嘅。咁所謂知己知彼就百戰不殆，所以對於佢要攻打嘅目標啊，佢都做一番好認真嘅了解同調查嘅。嗱，佢今次要攻打嘅呢係洪州，鎮守洪州嘅將領叫做賀令圖，係宋軍裏邊最堅決嘅主戰派嚟嘅，經常鼓吹呢話要收復燕雲16州嘅。不過呢個賀令圖啊，有勇無謀，四肢發達，頭腦簡單，又貪功嘛。咁針對呢個賀令圖啊，耶律休哥就諗咗個辦法，佢派咗個間諜潛入洪州，揾到賀令圖對佢講：我喺薛丹就犯咗罪，俾皇帝通緝，我願意過嚟歸附大宋，麻煩將軍你派支軍隊過嚟接應啦。賀令圖一聽就高興啦，哈！耶律休哥遼國大將竟然過嚟投降，今次我仲唔立頭功？於是一口就應承咗，仲親自率領一支騎兵部隊去接應。唉，點知今次就正中呢個耶律休哥下懷啦！佢呢支騎兵部隊一到啊，遼軍伏兵四起，將呢支軍隊殺到有去冇回。賀令圖自己呢，亦都成咗耶律休哥嘅階下之囚。咁搞掂賀令圖之後啊，耶律休哥又喺望都呢個地方打敗宋朝嘅軍隊。喺附近嘅營州都部署劉廷讓呢就好激氣啦，帶住幾萬人馬過嚟挑戰噃。咁佢就話今次一定要打敗遼軍，打平幽州。不過打仗呢家嘢呢，就唔係把口叫得響就得嘅。耶律休哥搶喺劉廷讓之前，佔領晒各個重要嘅戰略據點，然之後就直逼營州。劉廷讓恃住自己兵強馬壯，同耶律休哥喺君子館呢個地方相持不下。咁但呢個時候啊，遼國嘅蕭太后帶住大軍趕到，以優勢兵力包圍咗劉廷讓嘅兵團。而且呢個時候呢，忽然間有寒潮到，天寒地凍，宋軍嘅弓弩呢就全部都硬晒，拉唔開。咁大家知啦，遼國係游牧民族起家嘅，騎兵係最犀利噶啦，而宋軍呢就以步兵為主嘅。咁步兵對付騎兵最緊要就係弓弩噶啦。而家啲弓弩用唔到，咁啊唔使打啦。劉廷讓呢一支部隊呢就岌岌可危啦。朝廷嗰邊見到咁嘅狀況，馬上派滄州都部署李繼隆呢過去救援噃。咁呢位李繼隆就係我哋今回嘅主角吓。咁但係李繼隆睇兩睇就發現喂唔對路噃，我過埋去呢都係盞送死嘅啫。於是呢就退手落手，唔肯去救援劉廷讓。咁嘅情況之下，劉廷讓唯有全力突圍。咁最後除咗極少數人得以生還之外呢，麾下嘅幾萬人馬都全軍覆沒。呢一場仗打輸咗之後呢，宋太宗就將戰敗嘅責任歸到去李繼隆身上，就冇追究到劉廷讓嘅。咁但係查得兩查又發現李繼隆當時咁嘅情形，唔去救援係啱噶噃，真係中個頭埋去呢係盞自己送屎嘅啫咩？
咁所以最後呢亦都不了了之啦。我哋今回嘅呢位主角啊，一出嚟呢就落筆打三更，打咗個敗仗啊！嗱，呢個時候啊，宋朝嘅北方邊境可以講係岌岌可危，因為之前好多精銳部隊呢，全部都損失晒，整個邊境線上邊呢，加加埋埋都得萬零人嘅啫。啲地方官喺緊急情況之下，就將啲冇訓練過嘅百姓都編埋入軍隊裏邊。咁但係啲民兵係湊數嘅啫，唔識打仗啊嘛。結果啊，薛丹騎兵一路長驅直入，如入無人之境，一連就攻陷咗營州、深州，跟住呢又攻陷速州同文安。咁所到之處燒殺搶掠就不在話下啦。上下5000年，幾多風流人物，每日半個鐘，由我指點江山，聰明學堂同你細說歷史，分享智慧。主講李沛聰。遼國嘅大軍打到埋身，宋太宗就激鬼氣啦。佢喺朝堂上面大叫，話要再次發動大軍去攻打遼國。咁但係之前損失咗咁多精壯嘅兵馬，而家喺邊度揾兵丁呢？宋太宗就決定臨時拉壯丁，派使者去河南河北徵兵，8個男丁啊徵1個。佢呢度命令一出啊，宰相李訪啊心急啦，嗱臨寫咗個奏摺去勸佢話：河南嘅百姓就唔同邊關吧，淨係識耕田就唔識打仗嘅，咁大規模徵兵，搞到人心動搖。好多人呢仲會落草為寇添，而且啊農業生產亦都會大受影響嘅噃。皇上李訪呢一番說話講得合情合理，就唔到宋太宗唔聽嘅，咁佢唯有收回成命係啦。咁呢個時候宋太宗有咩辦法呢？佢有個好辦法喎，就係改年號啦。佢就將雍熙呢個年號呢改成係端拱，咁希望好似打麻雀執下位咁，睇下換個年號呢會唔會係運氣好啲吓？不過遼國嗰邊就話知你改唔改年號啦，一樣打。隔咗無耐呢，遼國又再次發動一次南征啦。嗱，呢一次啊，仲係蕭太后親自壓陣，前鋒大將呢就換成咗耶律斜軫。咁不論係耶律休哥又好，耶律斜軫又好，總之宋朝呢邊就打唔過係啦。結果遼軍連破滿城、岐州同埋新洛，一路殺到唐河北。宋太宗呢就最中意遠程指揮噶啦。呢個時候呢就落咗道命令，話要各地嘅軍隊堅壁清野，唔好出戰。咁睇嚟呢個時候啊，宋太宗都俾遼國打到怕晒啦。嗱，咁按講皇帝落命令就唔可以違抗噶，但係皇帝嘅詔令送到去定州嘅時候呢，定州監軍袁繼宗就話：敵人就近在眼前啦，我城裏邊團駐重兵，但係就唔可以迎戰，眼白白睇住敵人長驅直入，咁仲要軍隊嚟做咩啊？我要身先士卒，同敵人一決死戰。咁佢呢句說話一出呢，將幾個嚟傳旨嘅太監嚇到驚晒，起勢咁掹住佢話：皇命難違啊，將軍，你唔好搞到我哋難做先得噶。咁雙方正喺度爭執不下，忽然間聽到個人大聲話：郡外之事，將帥得專。咁呢句說話咩意思呢？所謂郡外呢，其實就係門外，皇城外邊嘅事由將帥作主。咁呢個呢就係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嘅意思啦。講呢番說話嘅係邊個啊？原來就係李繼隆。佢就大聲話：前年我喺河間之戰撤退，之所以苟且偷生呢，就係想有機會報效國家。呢個河間之戰呢，就係之前嗰一次朝廷叫佢支援劉廷陽，佢冇去，搞到劉廷陽最後就全軍覆沒。宋太宗呢亦都發咗次爛渣。但係李繼隆啊堅持認為自己冇錯噃，佢話我為國家保留咗支精銳部隊，以後一定要發揮作用嘅。咁但係當其時好多人都認為啊，李繼隆之所以冇受追究，並唔係因為佢嘅解釋合情合理，而係因為皇帝係佢妹夫。嗱，咁我哋喺度又介紹下李繼隆吓。李繼隆出生喺將門之家，父親李柱雲呢係宋朝初年嘅名將。曾經平定過湖北荊州一帶，佢就將個女嫁咗俾趙光義，咁後來呢就係明德皇后啦，所以趙光義呢係李繼隆嘅妹夫嚟嘅。李繼隆從軍之後啊，參加過好多次北宋嘅對外戰爭，咁喺同遼國嘅爭鬥裏邊呢，佢表現都好唔錯嘅。喺雍熙北伐之後，
曹彬、潘美呢啲大將呢，因為作戰不力啊，都退居二線啦。李繼龍呢就逐漸成為邊關最緊要嘅將領。嗱，之前救援劉廷讓不力呢，就令到李繼龍嘅軍事生涯有咗個污點嘅。咁今次薛丹兵臨城下，皇帝落詔書委堅壁清野唔可以出戰，但係李繼龍就再都唔肯做縮頭烏龜啦。佢啊堅決支持袁繼忠嘅主張，要出兵迎擊薛丹。咁喺李繼龍嘅軍隊裏邊啊，有一支好精銳嘅騎兵嘅，叫做靜塞騎兵。呢一支騎兵原來係駐紮喺益州嘅，家屬亦都喺嗰度。咁但係益州呢個時候呢，已經俾薛丹係攻陷咗。咁佢哋啲妻子兒女全部都成為俘虜啦，所以而家終於有復仇嘅機會。呢一班騎兵呢，個個都義憤填膺，摩拳擦掌嘅。咁啊，正所謂眾志成城啊！李繼龍帶住呢一支英勇嘅軍隊出兵啊，對抗遼軍。咁喺戰鬥裏邊呢，佢同袁繼忠兩個身先士卒，麾下嘅將士，尤其係靜塞騎兵呢，更加英勇非凡。遼軍嗰邊之前啊進展得太過順利啦，意料唔到忽然間受到咁激烈嘅抵抗，結果招架唔住，全線潰敗，俾宋軍一路追到曹河。李繼龍今次嘅反擊啊，令到遼軍傷亡慘重，唯有撤翻南京啦。宋軍乘勢收復咗益州、滿洲等等失地，宋朝呢邊終於可以叫做唞翻啖氣啦。上下5000年，幾多風流人物，每日半個鐘，由我指點江山，聰明學堂同你細說歷史，分享智慧。主講李沛聰。去到第二年啊，遼國嗰邊再次發動大軍嚟攻擊。今次呢，遼國皇帝遼聖宗啊御駕親征，大將耶律休哥呢擔任統帥。遼軍好快攻陷咗益州啦。宋朝呢邊亦都派軍隊嚟抵抗。嗱，當時宋朝喺北方呢就設咗個兵營叫做威魯軍嘅。呢一支軍隊兵力就唔少嘅，但係喺選址方面就認真麻麻地啊，擺喺平原上邊，周圍冇險可守，俾遼國嗰邊不斷派軍隊侵襲佢嘅運輸線，搞到後勤供應好成問題。嗱，對於耶律休哥嚟講啊，要搞掂呢一支威魯軍呢，其實就唔係太難嘅，但係佢係冇發動進攻噃。點解呢？原來佢係想放長線釣大魚，圍城打援，等宋朝派軍隊過嚟支援嘅時候啊，再將宋軍一舉殲滅。果然啊，宋太宗真係落命令，叫李繼龍率領鎮州、定州兩州嘅兵力，押住幾千車軍糧呢，去支援威魯軍。耶律休哥聽咗高興啦，今次你仲唔死？親自率領幾萬精銳騎兵，準備半路突襲李繼龍嘅部隊。咁只要搞掂呢一支援軍啊，威魯軍冇飯食，唯有舉手投降噶啦。宋朝嘅北方防線呢就全線崩潰啦。不過正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，耶律休哥千算萬算呢，仲係算少一樣嘢噃。咩回事呢？原來李繼龍嘅大軍未到之前啊，就派咗一支巡邏部隊過嚟偵查。呢支部隊呢有1000多人，頭領叫做尹繼倫，佢嘅官銜呢係北面沿邊都巡檢，茄喱啡嚟嘅啫。佢巡邏嘅時候啊，忽然間望到遠遠地呢有大量嘅敵軍噃，人數非常之多，佢嚇咗驚啦。事關若然呢個時候敵人過嚟攻擊呢，佢呢1000多人都唔夠人哋攝牙罅嘅。但係又奇怪噃，尹繼倫左望右望，見到遼國啲軍隊好似盲咗咁嘅，完全係當睇佢哋唔到掂，行掂過。跟住佢嗰班手下呢，個個都唞啖大氣，諗住今次就執翻嚟命仔啦。但係尹繼倫就好精靈嘅，佢就越諗越唔對路啦。按講我呢1000多人都唔係少噶，點解啲遼軍睇都唔睇我哋，直接繼續前進嘅呢？其中必定有詐啦。尹繼倫嘅判斷好準確啊，耶律休哥確實係發現咗佢呢支巡邏部隊，但係呢，佢就唔想打草驚蛇，事關消滅呢1000多人嘅部隊又冇乜用噶，一個唔覺意驚動咗李繼龍呢，咁就前功盡棄噶啦噃。咁呢個時候啊，遼軍就已經越過咗尹繼倫嘅部隊，繼續向李繼龍嘅部隊進發噶啦。咁尹繼倫呢一班人呢，等於就跟咗喺遼軍後邊。
耶律休哥諗住佢呢班友執翻嚟命仔，斷估都冇咁狼死，又走翻去揾阿李繼龍報告噶。點知今次佢真係失算啦吓！尹繼倫諗清楚情況之後啊，就將啲部下召集過嚟，商量要點算啦噃。佢就分析話，遼軍故意放過我哋呢，一定就想去襲擊運糧嘅大軍。咁我哋而家就肉隨砧板上噶啦。遼軍如果偷襲成功，掉翻轉頭一定會消滅我哋嘅。就算偷襲失敗啊，亦都會攞我哋嚟開刀出氣。咁到其時無論如何都係死路一條噶啦咩？咁大家聽我咁講都覺得有道理啊。點算呢？尹繼倫啊繼續話，為今之計呢，我哋只有冒一冒險啦。嗱，敵人嘅注意力啊，都放晒喺前方嘅軍隊裏邊，後防就一定好薄弱嘅。我哋偷偷地跟喺佢後邊，出其不意襲擊佢。咁如果打勝仗呢，大家都立得大功；若然打敗仗啊，我哋都不失為忠義之輩啊，好過任人魚肉噶，係嘛？尹繼倫率領嘅呢一班啊，都係熱血好男兒啊！聽佢咁講呢，紛紛都響應。於是呢，佢哋呢一支1000人到嘅巡邏部隊就偷偷地吊住遼軍嘅尾，跟住遼軍一齊前進啦噃。遼軍嗰邊耶律休哥為咗趕時間啊，成晚都喺度行軍冇瞓到覺。咁佢又點都諗唔到呢，尹繼倫夠膽死吊佢尾噶嘛，所以對於後邊啊根本冇防範嘅。殊不知尹繼倫啊真係膽大包天啊，亦都成晚冇瞓，一路跟住佢哋。到差唔多天光嘅時候啊，遼軍距離李繼龍嘅部隊呢就已經只有4-5里咁遠啦。耶律休哥吩咐落嚟，先食飯，食完飯啊天差唔多光啦，嗰個時候呢我哋再進攻。而跟喺後邊嘅尹繼倫見到遼軍開飯啦噃，就將手下排成行陣，出其不意猛攻遼軍嘅後方。遼軍嗰邊烏蛇蛇突然間俾人襲擊，都唔知咩頭咩路，又唔知宋軍嚟咗幾多人，當堂陣腳大亂。尹繼倫啊知道正所謂射人啊先射馬，擒賊先擒王，帶住幾個人呢就直塞入耶律休哥嘅營帳裏邊。耶律休哥呢個時候仲喺度食緊飯嘅，見到宋軍殺到，將啲刀仔筷子一掉低，掹出寶刀同宋軍啊打過咯噃。佢啊都算武藝高強啊，雖然手臂受咗傷，但係都仲係可以突圍而出，跳上匹戰馬落荒而逃啦。尹繼倫呢一次突襲啊，將遼軍嘅部署啊打亂晒，唔單止冇辦法先發制人去偷襲人哋，反而俾人陰翻轉頭，而且呢亦都驚動咗李繼龍。遼軍陣營呢一邊殺聲震天，李繼龍啊唔係聾啊嘛，一聽就知道咩回事啦，馬上命令全體士兵集合，一齊殺向遼軍。耶律休哥今次真係陰溝翻船啦，俾阿尹繼倫咁樣搞呢，成支部隊亂晒龍。呢個時候李繼龍嘅精兵又殺到過嚟，遼軍當堂啊亂晒大龍，不戰自潰，一個二個冇鞋拉劇走就係啦。耶律休哥冇辦法，唯有指揮軍隊去撤退啦。李繼龍今次唔肯放過你啦，率領部隊追住遼軍嚟打，一路追10幾里，殺敵無數。嗱，呢一仗啊，主將係李繼龍，但係其實遼軍呢就輸咗喺尹繼倫手上嘅。呢個尹繼倫喺戰後啊被提拔為長州刺史，繼續負責鎮守邊關。咁佢因為長期巡邏啊，風吹日曬，個人就好黑嘅。啲契丹人啊送咗個外號俾佢，叫做黑面大王。咁當然啦，李繼龍喺呢一仗裏邊啊，亦都功不可沒。事關尹繼倫手下嘅兵馬始終都係少，佢發起攻擊，造成遼軍嘅混亂。如果李繼龍唔係當機立斷，馬上發動進攻呢，咁佢呢1000零人冇兩嘢啊，俾人食晒噶啦。到時再打呢，就唔知邊個贏邊個輸啦吓。咁呢一仗輸咗之後啊，遼國嘅蕭太后呢亦都明白到呢個時候嘅遼國就食唔落宋朝嘅，而且連年作戰啊，對於兩個國家都好大壓力。所以雖然雙方都冇正式提出議和，咁但係呢戰爭到呢個時候算係過一段落啦。從公元989年一直到公元997年宋太宗去世啊，兩國之間都冇大規模嘅戰爭啦。而宋朝之所以爭取到呢10年嘅穩定時間啊，李繼龍嘅2場勝仗呢，可以講係功不可沒噶吓。